2至3人單位設計，咁樣做舒適又襟睇。全屋以白色家私為主，綠色點綴避免單調顯活力。四周佛光假天花，空間瞬間亮堂堂。門口是置櫃，上下分區，中間台面隨手放嘢，擺低餐台，唔再擠擠逼逼。電視懸空櫃衛生好打理，護牆板背景落足心機。睡眠區儲物櫃加趟門間隔，設計地台床，唔嘥空間。床頭衣櫃冇拉手設計顯簡潔，避開空調位做開放格。入來浴室睇睇，折角洗手台，榨乾空間做收納櫃，鏡櫃後面都好放得嘢。如果你近期有準備裝修新房，我哋有家私設計和裝修一站式服務，設計到售後一手包辦，慳時慳力。